各位好，我係堂主 Raymond。我希望無論大家咩出身都好，都可以享有金石文化嘅興趣同埋權利。今日我喺汕頭市西堤公園同大家分享一件美物，就係我手頭上呢一方壽山石坑頭精澳龍橢圓漿。呢件嘢屬於壽山石舊物，水坑嘅坑頭精係極品。咁樣嘅美石存量係真係好少嘅，亦都只有水坑嘅石頭先至能夠有如此晶瑩通透嘅質感。坑頭大部分嘅面目都係灰色或者比較暗，或者多雜。呢種咁樣嘅結晶度喺坑頭類嚟講係天花板級啦。玻璃地嘅料子好有特性，質地凝潤凝結，晶洞通透，全體純正，可以隔石觀字，非常靈動飄逸嘅，係石質透徹通靈嘅一塊好料。作品已經經過主人多年嘅陪伴，出現咗完美嘅包裝，鐵桿桿歲月藏換嘅痕跡見證。就係因為呢種古樸嘅美，作品古味十足，成尺寸一拳之物，非常有手握感。東西完好無裂，沒有黑針，完整性穩，經得起時日嘅洗禮，值得收藏嘅美石。作品係福建東門派傳統雕刻風格圓雕類嘅作品。風格承傳咗清宮廷嘅餘韻。如果有研究盛清嘅印樓雕刻風格嘅高端玩家，可以喺故宮遺物嘅記錄資料裏邊窺見有一方坑頭精澳龍橢圓漿，實實在在呈現咗呢種技法嘅法度。作品幾乎一樣，包裝未一樣，只係印身再高少少。呢種澳龍印樓嘅表色，作品因材施技，廚心可見。